来看政治新闻，民进党在嘉义市市长的选举失败，中常委陈茂祥昨就指控讲，党内立委王美惠服务处的主任施文志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黄敏惠，引起大风波。王美惠感觉真委屈呢，一直流目屎。伊讲，民进党应该检讨原因。陈茂祥本身无出力，过来骂府选的人无够出力。立委罗致政嘛，就是讲，这个安尼讲对王美惠无公平。 我是认真在打拼的人，我真的无法接受陈茂松对服务处这样的打压。民进党立委王美惠讲到脑讲甜，满腹的委屈，就是因为前一天去中常委陈茂祥公开检举，讲伊服务处主任替对手伫咧邮票。你袂使选举，你无出来，骂人的出来讲你出无够济。 这是无应该，你斗相共着啥物？你选举了后，你来指责人的唔对，安尼敢对吗？面对败选后的压力，各党内批评，王美惠唔拿口两摆，佮走要去辩所大声骂吼。伊强调副处主任是义工，无多管伊的个人行为，党内立委嘛替伊感觉真委屈。那他个人之间跟李俊毅是不是有过去有一些恩恩怨怨？所以在这场选举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态度。 这个当然可以去调查，那当然，如果党员违背党的纪律去辅选别人，这当然有党纪的问题哈，所以我们就做党纪来走。但是我觉得比较无端被卷入的就是王美惠。苏情文员那搬上台面，佮伫咧家己市长败选后引起风波。王美惠讲无对不起家己的所在，党内有人支持，唔过冇人反对。只要是党的提名人提名出来，大家应该要全力的来协助，那减少被。 外界见缝插针的行为了哈，特别是在不管是有图啊等等，这些都容易让外界去见缝插针，有外界一些干扰哈。就一个党员的角色，这个都会有争议。败选后做检讨，王美惠嘛强调，明年佮要选举，民进党佮要选出新任的党主席，应该团结，无应该甲媒体放掉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